OK，大家好，我是 Kiba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开箱 Anker Soundcore Liberty Air 2 Pro 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。有没有屌吧？从外盒包装上来看呢，就可以发现它有多么的屌。这个看，一打开盒装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这是我的关东煮，我刚刚吃了关东煮啊，关东煮好吃，好吃。然后打开盒装，就可以看到这个，把它打开来，屌滑出来，好，我现在开箱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喜欢呢可以去官网购买，谢谢大家。